你好，我係鄧強慶。2026年5月7號，我同老婆繼續喺意大利嘅米蘭，分作兩路而行。我呢就去唐人街揾鴛鴦，即係奶茶溝咖啡咁解。太太就去米蘭大教堂嗰度呢，係同佢嚟自溫哥華嘅同事會面。傍晚時分，我同老婆就去咗一間天台嘅餐廳食意大利粉，喺近距離欣賞米蘭大教堂嘅巍峨光影。食完飯翻去名店區，因為喺嗰度嘅地下呢，就有一個公牛嘅徽章。呢個徽章呢，原來就係米蘭市嘅競爭城市嘅徽章。傳說喺呢隻公牛嘅某重要部位踩住佢轉3個圈，你就會好運噶啦。咁我同老婆當然都唔客氣啦。最後坐巴士返酒店休息，明天去威尼斯。